即便如此，我们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窑中拯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即或不然，我们也是要来赞美他，因为他是会救我们脱离烈火窑中的神。我们一起来赞美他，阿们。有谁能像我的神？他自有拥有，自身自尊，谁能寻见他的踪迹？有谁能像我的神？有谁能像我的神？他作为完全良善正直，在他里面毫无不义。烈火窑中我仍要相信，我的生命拯救我脱离，即或不然，我仍要尊荣他生命。在此烈火窑中，烈火窑中我仍要相信，我的生命拯救我脱离，即或不然，我仍要尊荣他生命，尊荣他生命。就算有火一样的考验，也不要惊慌，因为我们的神必救我们，拯救从烈火窑中拯救我们，阿们吗？我们要再次来赞美他，阿们。有谁能像我的神？他自有拥有，自身自尊，谁能寻见他的踪迹？有谁能像我的神？他作为完全良善正直，在他里面毫无不义。烈火窑中我仍要相信，我的生命拯救我脱离，即或不然，我仍要尊荣他生命。烈火窑中我仍要相信，我的生命拯救我脱离，即或不然，我仍要尊荣他生命。在烈火窑中，我们要相信他。烈火窑中我仍要相信，我的生命拯救我脱离，即或不然，我仍要尊荣他生命。烈火中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主。烈火窑中我仍要相信，我的生命拯救我脱离，即或不然，我仍要尊荣他生命，尊荣他生命。我们来宣告我们的神，他不休息。我的神，他不休息，他的爱不离不弃，他爱不离不弃，是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我的神永不改变，心事直到永远。赞美这不离不弃的神。我的神，他不休息，他爱不离不弃。我的神永不改变，心事直到永远。烈火窑中我仍要相信，我的生命拯救我脱离，即或不然，我仍要尊荣他生命。在烈火窑中，我们要相信他。烈火窑中我仍要相信，我的生命拯救我脱离，即或不然，我仍要尊荣他生命，尊荣他生命。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荣耀给我们的神，因为在世界中忍耐到底的人有福了。只要经得起考验，就会得到主的应许和他的生命的冠冕。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他，再用最大的掌声来献给他。哈利路亚！但主耶稣，我们要向你祷告，因为我们时常软弱，就是我们知道你会从烈火窑中拯救我们，我们仍然还是会害怕，我们还是会退缩。
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向你祷告，我们要向你求智慧，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随时可以看见你，可以想起你，想起你是我们在旷野中唯一的力量和唯一的盼望。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再次你是我，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全名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咒诅为祝福，成为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天父，谢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你说你要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主，我们相信，当我们天天用你的信实为粮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你必供应我们的恩典到有余，帮助我们常常的连结于你，你也常常与我们同在。也圣灵保惠师常常指教提醒我们当说的话，当做的事，
将当得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你今天在祷告会中与你的儿女们相遇，也求耶稣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饶恕我们，也帮助我们在祷告会中真正去经历到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叩门你就要为你的儿女每一位来开门。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祝各位中职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各咱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虽然天气小可真侪变化，你当参加组织在这个所在，参加来为着国家、为着咱的教会、为着社会，为着咱的集体来祈祷。我相信咱会当坐伫遮拢是上帝恩典，阿门。所以讲呢，咱应该真熟悉啊啦吼，熟啊吼。早起咧，牧师已经带咱有读过《但以理书》第3章第1节到30节。伊所讲的内容是3个人，是毋是？就是但以理的好朋友嘛，哈，3个人。因3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间发生什么代志哈？有人讲哈，复习哈才有办法更深入。记忆才有办法更深刻哈，所以在这个时阵呢，我要邀请大家哈，虽然真长哈，透早拢是一个人咧读，今日早起上读的，唔是啦，唔是我啦，今日早起是集会长老一个人读的哈，虽然今日无咱中间哈，伊可能线顶哈，袂要紧哈，咱最近也甲伊来共读哈，所以要邀请大家哈，咱三个用这个现代中文的本哈，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有较长，你若感觉会喙焦袂要紧，你茶摕起来啉一下，上帝话，逐句拢带着气力，阿门。好，咱开始来。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座金像，高27公尺，宽3公尺，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王召集所有的大臣，包括总督、省长、副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地方官和各省所有其他的官员，要他们参加尼布甲尼撒王所立这座金像的揭幕典礼。大臣和百官都聚集来参加典礼。当他们站在金像前面时，传令官大声宣布：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呐，你们一听见号角、箫、七弦琴、筝、竖琴和所有其他乐器的声音，都要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谁不俯伏敬拜，就要立刻被扔进烈火熊熊的窑里。因此，当乐器一响，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那时，有些巴比伦人趁机指控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陛下万岁！陛下曾经下令，当乐器一响，所有的人都要俯伏敬拜金像。谁不俯伏敬拜，谁就要被扔进烈火熊熊的窑里。”陛下所指派管理巴比伦省政务的几个犹太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却违背了陛下的命令。他们不拜王的神明，也不向王所立的金像下拜。王听见这事，就大发雷霆，下令把这3个人带到他面前。王对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真的不拜我的神明，不向我立的金像下拜吗？现在你们一听到号角、箫、七弦琴、筝、竖琴和所有其他乐器的声音，就要向金像俯伏下拜。不拜的人立刻要被扔进烈火熊熊的窑里。你们以为会有神明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好，先吞一口口水。来，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回答：“陛下，
我们不愿意为自己辩护。如果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能救我们脱离烈火熊熊的窑和你的手，他一定会救我们。陛下啊，即使他不救我们，你要知道，我们也绝不拜你的神明，不向你立的金像下拜。尼布甲尼撒王一听，脸色变了，向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大发雷霆。于是王命令左右把火窑烧得比平常热7倍，又命令军队里最强壮的兵士把这3个人绑起来扔进火窑里。兵士就绑了这3个人，把他们扔进去。当时这3人衣着整齐，穿着内衣外袍，也戴着帽子。于是由于王的严令，窑火烧得非常猛烈，从窑里冒出来的火焰竟把执行命令的兵士烧死了。那时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仍然被绑着，落入烈火中。忽然尼布甲尼撒惊奇地跳了起来，问他的大臣：我们不是绑了3个人，把他们扔进烈火里吗？他们回答：是的，陛下。王问：为什么我看见4个人在火中走来走去，他们都没有被绑住，也没有一点烧灼的样子，而那第4个人看起来好像神？于是尼布甲尼撒走进炎热的窑口，大声喊：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至尊上帝的仆人，请出来吧！他们立刻从火中出来。所有的总督、省长、副省长和其他的官员都聚拢在这3个人周围，发现他们一点灼伤都没有，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烧坏，身上也没有烟火的气味。王说：愿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上帝得到称颂，他差派天使来解救信靠他的仆人。他们宁愿冒生命的危险违抗我的命令，也不肯俯伏拜任何神明。他们专一敬拜他们的上帝。现在我下令，无论哪一国、哪一族、说哪一种语言的人，凡毁谤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上帝的，都要斩断4肢，他的家要成为废墟，因为没有其他神明能够这样施行拯救。于是王提升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3人在巴比伦省担任更高的职位。不容易，我们读完了，给自己一个掌声啊，很不容易啊。我们会发现牧师带领我们的圣经共读，每天几乎都是一章一章读，对不对？有时候非常长啊。各位记得耶利米哀歌总共几章吗？5章吗？哀歌，耶米书呢？好棒啊！我们的大2生都记得很清楚啊，你天天都有圣经共读哈。没有，老实啊，诚实是上策，也是没错。好，我想，每一天的圣经共读里面，我们都能够体会到，牧师期待我们不仅能够听到圣经里面纯正的道理，也希望我们有一些榜样能够学习，能够行出来。我们今天早上听了，然后现在读了以后，我在想，这3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这3个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有办法在这短短的30节当中，能够看见他们的信心？我自己觉得他们是勇敢为了神，为了他所信的神站立的人。第二个，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情？这30节当中，牧师也有讲，我们在台上记的话，这3个人从此以后就怎么样？就消失在圣经里面了，不再出现了。那这3个人记在圣经里面，一定有它的意义。这件事情一定有它的意义。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当一发生以后，他们不为自己辩解，所以他们说出了“即便如此，即或不然”这2句话。这2句话，也就是说，证明他们3个人不是只有那一天倚靠神，
信心是累积起来了，而到了那个时刻，正显出他们依靠神的信心，所以他们做了这3件事，不为自己辩解。即便如此，王啊，即或不然，神必然会救我们。所以结果，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好不好？很好啊，因为神定义怎么样，就保守他们，头发也没有烧焦啊，身体都没有烟味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是怎么样？他是站起来，是慢慢起来，还是怎么样？尼布甲尼撒王是跳起来的，是那么的惊奇。我相信是尼布甲王一生当中，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事情，所以他才会那么大的惊奇。所以呢，结果不仅是神保守了他们的性命，同时在未信主的尼布甲尼撒王还有所有的总督这些官员外邦人的面前，外邦人的土地上，去见证了真神的荣耀。唯有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才能够显出这个荣耀出来。我讲这是一个结果。那当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今天要主礼的时候，其实蛮紧张的虽然只有短短10到15分钟的时间，我就在想，那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是什么？除了说我们要有信心以外，除了要依靠神之外，那我在想，我们小时候都被教导我们都读过小学吧？小时候有当过模范生的，请举手。小时候国小来1、2、3、4师母、牧师娘都有你们两个其他人都没有，对不对？跟我一样，好可怜小时候都没有当过，连班长都没做过，对不对？好，那一不小心国小没有当班长，到了国中有没有人当了模范生？有没有？国中当模范生的请举手。还是没有啊？哇，原来信主的人都真就模范生开玩笑那高中呢？哇，好可惜经过了9年国民义务教育之后，我们从来没有当过模范生。那到了高中有没有当过模范生？还是没有。你还有2年有还是有模范生我们那个时代还是有然后武林高中像我念的武林高中他还选全校模范生，有全校的学生选全校的代表模范生当然我不能说我是被选中的了不过我已经说了感谢主很多奇妙的事情。那我讲模范生，事实上我一听到这个模范生的时候，我就在想，这3个人是不是模范生？是不是我们的模范？我的信仰或我的生活，是不是常常会想到他们？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说，我们刚刚讲模范生，那模范生做完以后还有什么？模范什么？人会长大的嘛，对不对？模范父亲有没有当过模范父亲的？丰盛，你不是有竞选过吗？对，模范父亲来，掌声一下模范父亲呢，对不对？当然有父亲就要什么对嘛，当过模范母亲，不是妈妈，现在模范母亲当过，请举手。我当然不能举手，我没有当过没关系社会上还有没有什么模范？各位想想，模范员工对不对？当选过的请举手。好棒好棒1、2，你看多好。所以你看，这像倒吃甘蔗一样，好不好？跟他倒吃甘蔗小时候都没有当过班长，对不对？也没当过模范生，可是越长大怎么样？好像很多奇妙的事就在发生一样。我们回想我们的人生，生命中其实在很多的阶段，我们都有典范。今天读了这30节的经文，这3个人或许就是我们另外一种学习的典范。那我就在想，我们既然从学校、从家庭、从工作、从社会，甚至到了教会，我们有没有学习的典范？有啊，好，点头了，对不对？好，我们都会有啊。在家庭里面，谁是我们的学习典范？可能就是从小就是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弟兄姐妹工作当中可能是我们的主管，可能是我们的部属，甚至是我们的同事，也是我们的学习很多的样貌。所以我们常常是要学习好的东西，来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对基督徒来讲，但是对一般世人来讲，可能是我要成为一个好人，
我要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甚至可以说我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凡是能够当上模范这2个字的，或者成为别人典范这2个字的，我想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他们种种他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所表现的，都有值得可以学习的。我想这也是我们不断能够进步的原因，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那我也在想，这几年读圣经啊，退休了这4年多啊，老实讲哈，有比以前工作的时候认真啊。丰盛你嘛在笑哈，可你干嘛赶快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拢无叫你今天读圣经哈？开玩笑啊，其实是有，只是说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明白神在圣经里面对我要说什么话。过去服侍主或者是在信主的过程里面，我常常觉得，尤其在服侍当中，都会觉得这个话是对他说的，这个话我要去跟他提醒，这个话对他很有帮助，这个话能够影响他，这个话能够怎么样？神的话的确是活泼带有功效的，可是往往会忘记了什么？神的话是对谁说的？其实最重要是对自己说的。因为我就越来越觉得这几年在慢慢读圣经，然后这个越来越发现神是在对我说话。所以我们常常会体会到说，当我们这个人被神改变、被神的话改变的时候，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真正能被改变。我越来越相信。那我也相信，虽然在旧约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这30节没有特别提到圣灵的带领，但是我相信，在这3个人这样的经历里面，他们是因为信上帝、信神。亚伯拉罕因为信神就称为什么？义。亚伯拉罕只是信神就称为义了。这3个人信神也称为义。那我们成为有福的人，我们信靠神，我们是不是成为义的人？也是义的人。所以我也越发觉得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生活里面，其实我们要成为一个义人，容不容易？其实也真的不容易。只是我们要越发的向着标杆直跑。而特别是对我来讲，我也常常会特别最近在看圣经，我也觉得说，其实有很多的榜样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往后当然会读更多的经文，会查考更多的人物。那我就在想，在教会当中，我就今天讲 focus 一点点哦，在教会当中，什么人是值得我学习的人？是每一个人吗？有没有可能？不太可能，我也只能选择因为我观察的可能也不够仔细。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要思考，为什么上帝把它摆在我的教会，摆在我的旁边，摆在我的小组，摆在我的信仰生活里面？对我来讲是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我的人生也不过剩下20-30年，对不对？所以要认真的学习这些我们弟兄姐妹的典范。那我在想，诗篇上有说，弟兄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我就想到3组人马，3组人马。第一组叫做约书亚跟谁？猜猜看，约书亚跟谁？迦勒，对不对？他们是唯一2个太子还活着的人，他们一起打拼了多少年？至少打拼了几年？哇，至少45年嘛。因为迦勒说：“我现在还85岁而已嘞，我还能够打仗哎。”所以听到我讲唔对，我应该无啦哈。因为这少年就开始咧做探资料，开始进入迦南地，开始修正嘛。迦勒讲我85岁，我又还当震惊啊！所以他们相处应该是至少40年以上的革命情感哈。那另外一组呢，就是大卫跟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们的友谊虽然年龄有差距，在圣经上记载年龄是有点差距的，但是约拿单相信大卫是神膏立的人，所以他也不断的在保护大卫。第3组人马在新约里面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2个一起的在传道的过程里面遭患难，被拘禁。保罗被石头打，在特庇城被石头打了，赶快死去，有把人就是一死去哈，他跟去下挖，结果他又站起来，又跟着巴拿巴一起去传福音宣道。那我就在想，圣经里面有这样3组的弟兄
他们成为非常好的伙伴，一起的打拼。那我在教会中，我也在思考，谁是我在教会中的兄弟呢？谁是我在教会中的姐妹呢？我要如何的对待他们呢？这也是我现在的课题。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而是当我在看经文、在读经的时候，发现这3个好朋友，他们有没有手牵手在一起？这3个人在火窑里面有没有手牵手？为什么你会点头？你看到了吗？没有啊，我也没看到手牵手啊。只是他们3个人是怎么样？一条心的，是合一的。不是说这个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不敢，没有，3个人就是很合一的。所以我也相信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能够成为合一的人。那最后我想分享的是说，其实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榜样值得学习。如果是以勇敢的榜样，勇敢传福音的榜样，我就看到有腓力跟太监传福音。如果看到受苦的榜样，我们会想到谁？约伯，对不对？当我们想到有人说死就死吧，那个人是谁？以斯帖。那最后呢，我还想到了我们最爱的耶稣。可能刚刚大家一定会想说，奇怪，怎么宋辉在讲的时候都没有讲到耶稣，榜样都没有讲到耶稣？我当然是要留到最后才讲。因为耶稣是我们最重要一生当中最美的榜样。他在祷告的时候跟主说：“这杯若可以，OK， 但是要照你的旨意，不是照我的意思。”所以我就在发现说，其实，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坎坎坷坷，不一定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如何依靠神，就像这3个人一样，能够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在危难的时候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到说，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典范，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耶稣就成为我们的典范。我也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影响成千上万的人，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当个总统，对不对？牧师，你会想当总统？小时候的志愿，我要当党主席，民进党主席。这是我儿子讲的，他要当民进党主席。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当民进党主席。每个人从小都有愿望，都有梦想，但是我们越来越倚靠主，我们就越来越发现，我们都能够成为像今天早上那首诗歌一粒麦子，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态度跟这样的使命感，我们一样可以成为别人的典范。那我最后简单分享2个小小的见证。我的学妹淡江大学的时候，她是我直属学妹，后来带她进入淡江团契，她一直在思考要不要受洗，因为她跟我一样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那时候刚受洗，她就来找我说，如果我受洗了，我可能会被赶出去。她是长女，住彰化和美。他说：“我爸爸说，如果你如果去信耶稣我就跟你怎么样？听懂在那这行之后，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我就不让你进家门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的一起连环都该被戏。但我们知道，依靠主的人怎么样？要大有信心，要依靠主大有信心。那当然他也是很软弱，我也蛮软弱的我们两个说怎么办？后来就说那我们还是祷告好了。就那一天，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就一起祷告。我就握着他的手我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呼求神，求神帮助我们。结果才刚开口，主啊，这是我一生当中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神，神给每个人的恩典都不一样。那次的经历就是我的手，我的2只手好像有电，不是好像是真的了。电流过去，一生当中永远记得那个力量。结果才一开口，这个圣灵的感动，这样的充满，他马上嚎啕大哭，也不知道哭什么，就嚎啕大哭。哭完我就问他，当然后面还是会祷告因为电流慢慢会消失，不会到现在嘛，对不对？所以消失之后，我就跟他说：“你有什么感觉？”
他说：“我刚刚就觉得好像有一股能力。”我说：“那你决定要受洗了吗？”他说：“我决定受洗了。”你不怕吗？不怕。然后之后就受洗了。之后我们分开以后，我也不晓得他后来成为了老师，后来他又成为了牧师娘，后来他又在最难传福音的鹿港嫁给牧师之后传福音，在鹿港那个地方开拓4间教会，带领非常多的人信主，他的学生、他的同事、他的朋友、邻居，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上个礼拜我才去我的高中同学家，他曾去过教会。我们那一天去，都想说怎么跟他传福音，结果我的太太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就很勇敢的跟他说：“你到现在，那你在追求什么？”他就讲了，他现在要追求心灵的层次。你知道心灵的层次表示他心灵怎么样？对了，你们都知道，就表示现在有点心灵空虚，虽然什么都有了，但就觉得心灵还是空虚。结果呢，他就讲了以后呢，我的不能讲，俊妙就跟他说：“那我介绍你一本书，对你有帮助。”各位都知道那本书叫什么？对了，就是圣经，因为其他书都不会介绍，就是要圣经给他。就你很适合读这本书，圣经，就开始谈起圣经了。那当中我就运用一个时机，就把我得救的见证为什么会得救为什么会相信耶稣那个关键点跟他讲因为我经过了华西街那些佛具店，那我就突然那下大雨，那我就经过了坐在公车上经过佛具店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些神像，我说奇怪，为什么都摆在外面？我不是常在拜你们吗？怎么你们都摆在外面呢？后来忽然我想通了原来有帮他开光点眼的放里面，没有帮他开光点眼怎么样？放外面吹风淋雨。那我就想，我要帮你开光点眼，让你来管我，那我不是笨蛋吗？我就因为这个样子，我后来决定信耶稣。然后讲给他听，听完以后他又问了我说：“那你现在退休了，那你信仰你做什么重的？”我跟他讲说：“我觉得怎么样？”最后谈到说要对社会有贡献，对我们基督徒也要对社会有贡献。我谈到奉献我说：“那你奉献什么？”他就问我，我说：“那我最近都奉献给偏乡的医院有3家他就很认真他也觉得他要对社会回馈就很认真结果我跟他讲了这3家，第2天他马上奉献给这3家医院，多少钱我不知道，应该是不少钱那我要谈的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而是说我们为了主要做一些事情，必须要像这3个人一样，那么的勇敢，结果交给上帝，那才是信心。我想我们都能够从别人身上学习到典范，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典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使我们的人生有盼望。主，我们更相信，借着但以理的3个朋友，他们所展现对主你的信心，依靠主这样的坚定，以至于他们在外邦的王、众人面前见证你是真实的神，也成为我们信仰上学习的典范。主，帮助我们一生紧紧的依靠你，因为有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为我们一次献上就永远的献上。我们相信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大有福气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来生有盼望。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依靠你坚定的信心，继续走这一条你为我们每个人预备的永生的道路。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引带我向前看。
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引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我知影你伫这，有你作伴，有你作伴。我亲爱的天父，引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这时咱要来为着咱的世界甲国家社会来祈祷。第一是为着咱德国的柏林围墙已经倒35年啊，为着民主的自由甲普世价值会当合上帝心意，会当转化当代战争甲暴政。第二点，咱来看到立法委员伊着罢免权，佮产生了冲突，求上帝赏赐咱这立委，咱的国家的人有智慧甲眼光，在烦恼国家的时阵，会当抓条上帝的应允。跳过去。第三咱也为着今日国内外咱知影大陆、美国、日本真个所在拢有随机砍人事件台湾咧即个月嘛是有捷运所以值得咱警醒那为着即个险恶的世代中间，求主保守咱拢有平静安稳的心请咱三个为着这三项代志来祈祷。天神，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感谢你，主耶稣，享受我们有这样子美好的时间，能够来这边敬拜你，来向你祷告。主耶稣，要为主耶稣我们的自由民主跟普世的价值来祷告。主耶稣，求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们知道这个普世价值，每个人都有价值，民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主耶稣，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有些还有迫害我们，不管是民主价值的去到这些国家。整体，主耶稣让我们自由民主不被这些国家给打倒，让我们可以坚持，让我们可以努力，让我们可以努力创造，就是为人类共同能够有一些创造这美好的未来，也就是帮助我们的立法院，就是把民权把它冲突，不要再用我们的政治，就是来绑架，就是我们的民主。创造救赎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赏赐我们祷告的权柄。主啊，我们渴望民主自由，我们厌弃战争。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厌弃立法院的冲突，我们渴望安定的生活。对不尊重生命，对这些随意伤害生命的暴行，我们感到恐惧。主，我们对生活有许多的不安，但感谢主，我们可以呼喊掌管万有的主为阿爸父。
父上帝，你是创造诸天、统管万有的主。主，我们要为着社会治安恶化、世界各地这些挑战公权力的恶行来向你呼求。主，这些暴力犯罪跟治安的败坏使人心惶惶，求主怜悯我们，让正义的公权力能有智慧来打击犯罪，也求主感动这些犯罪的不法分子，使他们能够脱离黑暗权势的辖制，接受救恩，重新开启有盼望的人生。主啊，保罗劝勉信徒要为万人祷告代求，为君王和在位的更是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主，现在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圣名来祝福我们国家的总统、立法院和许多掌管权势的这些领导者，求主赐给他们有属天的智慧。虽然有许多的官员还不认识你，他们不晓得来仰望创造天地的主，但求你在他们身边兴起基督徒的幕僚，成为这些掌权者得力的帮助，使他们刚强壮胆，勇敢持守主的公义，使这些领导者不会做出得罪你的决策。主啊，求你兴起你的儿女，能够勇敢地为你做见证，能够来劝说这些领导者，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真神同行，使我们的国家因此蒙福。谢谢父神垂听你儿女齐心的呼求，祷告奉靠我主耶稣荣耀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上一周我们有牧区座谈，那为了小组名单能够调整的工作来代祷，让每个会友都能够得到牧养，也祈求神能够带领感动，有超过60位的小组长来喂养主的羊，让教会的兴起从你我开始。我们知道唯有神的有工人才有办法来做喂养，才能够收割庄稼。感谢主。好，那么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装备。那我们也看见这个教会的装备部门很用心A1 的第一期在这个礼拜就要结业，有超过90位的弟兄姐妹参加，那也继续为更多的兄姐持续能够接受装备，有继续能够长大成熟来代祷。第三，为明年教会60周年要推动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的事工来祷告，让宗教改革的热情能够跟我们60周年的庆典相互的结合。我们为这3件事情来代祷。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主，你也将那个工人赐给你的儿女。主啊，因为你说面对教会或大我面对教会的就是这些百分之90面对的事情，就让我们就是在改革的时候，就赐我们聪明，赐我们智慧，赐我们力量，就是感谢你带领保守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上礼拜开完。而且并且能够明白，就是说他为什么而起，为什么被你选召，就是我们其实基督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更多的训上面可以更用心，更多的兄弟来受这样的装备。谢主，感谢你，也帮助我们在明年的60周年的各种庆典活动，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60周年的时候。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上周牧区的座谈会之后，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来在小组名单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调整，也希望这样子的调整都能够让每一位会友都能够在小组里面被建造、被牧养、被关心，也能够激发每一个会友能够更爱主的心，也让他们的信仰更加的成熟，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在
装备部门能够让90位的兄姐来参与那个 AID 期的结业，让求主你能够呼召更多的兄姐来接受装备，也让他们都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在每一个的学习当中都能够以圣经神的话能够跟神有更多的时间与神更加的亲近，更加的认识他，也用神以神为中心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成熟。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主，我们也为明年推动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的事工，求主让我们的宗教改革的热情能够跟迦南我们60周年能够相互结合，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推动让我们的福音能够更加的广传也求主你让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继续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特别郑正仁牧师心导管的手术顺利，感谢主。那也求主赐给郑牧师有健壮的身心灵。我们也继续为李文琪姐妹的帕金森氏症以及身体的疾病来得到医治来代祷还有我们教会当中的年长者或者周遭的亲友，若有遭遇疾病软弱，求主看顾来保守他们身心灵能够得到坚固。那这几天天气湿冷，气温明显的下降，也为了外出的家人能够做好保暖的防御这个防寒的工作，那出入平安来代祷我们先为成人牧区这2项事情来祷告。继续我们要为青年牧区牧养小组来代祷，求主来带领2位实习的区长和6位小组长，要牧养将近100位的青年，并且能够跟教会有紧密的连结。其次也为年底新旧同工的交接过程顺利来代祷，求主赐福有更美好的传承，兴起新世代有卓越灵性的同工。我们为青年牧区这2项事工来代祷。特别保守这些0到15岁的孩子们都能够身心灵健壮，每一次来到教会的聚会就能够满满的回去，也能够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父母。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孩子的父母也是还没有信主的让求主赐福每一次的儿童的阿嘎佩的聚会有神的同在跟引导，帮助孩子有敬神爱人的心，与人与神都有美好的关系。我们特别为儿童牧区来祷告。耶稣，谢谢你，儿童是你所爱的，主啊，你会让他们亲近你。我们相信他们的身量，主啊，以爱神和人爱他们的心地每一天的增长。耶稣赐给他们在教会当中有好的领袖，
手，透过这些活动，主学老师的教导，透过诗歌，透过故事，透过经文，主啊，透过祷告，主啊，使他们能够每一次来到教会就欢欢喜喜。每一次来到教会就丰丰富富，每一次来到教会，主啊就能够满满的回去带给他的家人喜乐。主谢谢你，主啊求你特别来保守阿卡佩的种种的施工的推动进度都顺利。主啊特别保守我们的同工们，让在当中他们所受的所领受的，主啊就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谢谢耶稣，帮助这些孩子有敬神爱人的心，主啊跟人跟神都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相信有你的同在，主啊这些孩子要继续的增长，要继续的长大成熟。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会后诗。稳定，北北好郎。稳定是北北北好郎，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买买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伊；伊若虽然真多伊的，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买买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伊；伊若虽然心里伊的，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买买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买买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买买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伊。虽然心里伊的，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买买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伊。伊若虽然心里伊的，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买买予人，只要你相信，上帝稳定是要买买予人。上帝稳定是要买买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感谢主，上帝的同在与我们在这里，咱就会来祈祷。施恩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聚集我们能够一起在教会、在线上，在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向主来祷告。主啊，即便我们在生活当中遭遇许多的困难，即便有火窑在前面威胁着我们人生的道路，但是上帝，你告诉我们要有急或不然的信心。你说无论我们向左或向右，在背后必有声音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你们出眼蒙福，入眼蒙福。不论你们所在脚掌所踏之地，都要按着圣经神的应许，将这个地方赏赐给你们，能够与你们有主的同在，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再唱一次副歌啊，好，副歌。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伊；伊若虽然心里伊的，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买卖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伊；伊若虽然心里伊的，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买卖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稳定是要买卖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咱搁再拍拍将伊跟到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主。咱要离开以前，请咱互相来请安，彼此来祝福。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也请大家能够协助来收拾。也请同工来到台前。